小东西，向人家要钱了，你也知道心疼了啊？还提前哭上。你们这是绑架，知不知道？关你什么事啊？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。姐姐把弟弟抱走，不是绑架。这样也不对呀。那你自己动钱去。事情我觉得有点蹊跷，咱们家门锁得好好的，小红出去不到3分钟，外边人是怎么知道我们家现在正好没有人？他们又是怎么进来的？所以，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琪琪，马上给他打电话。他关机了，一定是他。我要报警！不能报警！为什么？琪琪是我的女儿，如果你一报警，还不得把她抓起来啊？那儿子呢？儿子就不是你儿子，儿子你就不要管了，是不是？我没说不管儿子，可家丑不可外扬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况且儿子现在在琪琪手里，如果你把琪琪惹急了，也许这孩子会干出傻事儿，到最后2个孩子全毁了，你明不明白？那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您说的是真的？我不会用我女儿的名誉开玩笑的。可小东他最近表现还可以呀，他还……您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说小东就一定参与了这件事情，我是想请您帮我联系一下小东，看看他是不是和琪琪在一起。大姐，你也知道，我得这么一儿子不容易，况且琪琪还是个小姑娘，如果她栽到这件事情，她这一辈子就毁了。小东啊，如果你和汪琪在一起，你一定要劝他不要做傻事儿啊！他这是在犯罪。汪琪，我知道一些法律知识，不管是不是亲人，这都是犯罪。那怎么办啊？给你爸打个电话，别把事情闹大了。我不打，我等他打。求你了，别哭了，行吗，小东西？不是200万吗？至于哭这么凶吗？哎，这哥们儿也不能一个人哄，你是他姐，你哄哄呗。我才不管！你看，现在就知道跟你抢，以后你爸的钱都是他的，是吧？我们在鸿祥旅客之家308房间。喂，老汪啊，那个我知道汪琪的所在的位置了。好，马上到，快走。是我。琪琪，是我。琪琪，我是爸爸，开门呐！琪琪，琪琪，别过来！琪琪，都别过来！琪琪，你有什么事情？
爸爸对不起你，我知道。你要不满意，你冲我来。可我求求你，别伤害弟弟，好不好？啊！我告诉你吧，我不想伤害弟弟。可是，是想要我应该得到的那份财产。你舍不得200万也行。从今以后，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们了。抱着弟弟一起跳下去死！啊！别，七七，爸爸给你，不就200万吗？爸爸给你。你怎么给我？我现在带了20万，先给你，剩下的爸爸1个星期之内给你啊！来，七七，这是20万，来。剩下的钱你不给我怎么办？七七，你不相信我？你在骗我！我凭什么相信你们？七七，我是你的亲父亲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不能啊！吗？你参加过我几次家长会？你只会挣钱。你知道我的童年是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？既然你这么爱钱，既然你说你这么爱我，你就把钱给我呀！王琦，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怎么回事啊？我去爸爸家，他打了我。王振宇，你现在能生出孩子来了，连你自己的女儿你都不要了，你竟敢打他！你看看你的女儿干了什么？啊！绑架我的儿子，勒索我，要挟我200万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绑架罪！这是你逼我的。王琦，把孩子给他。我凭什么给他？那钱有我的一份，我凭什么不要？不要他的钱。王琦，再不把孩子还给我，我就报案了。你敢？你报给我看看！你报给我看看！报，你报啊！要是敢报的话，我就把他扔下去。王琦，直接！孩子，王琦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？不哭了啊！你说你呀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你傻不傻呀？你这样做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怕他不要我了，他要剥夺我的财产，我永远不想见到他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咱不要他财产，咱也不要他的钱。妈妈有钱，妈妈的钱不都是你的吗？啊，不见他了，咱有骨气有志气。